来关心天气哦，今仔因为风面往南平线、西北部佮有西部的雨已经停了，也毋过气象署是表示讲拜三哦又佮有风面，佮加上东北风会减弱，所以温度会升悬。未来这几天哦，天气拢会较热热。台北8日透早雨停啊，天气变好啊。气象署讲，因为风面往南平刷到巴士海峡，各地水气减少，但山区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是有一寡雨水。今天随着锋面已经南移到了巴士海峡，所以整体的降雨是跟昨天相比是比较趋缓的。不过还是要留意在各地的山区、南部还有花东地区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。气象署表示，8日开始，因为华南云系豆豆啊接近，全台水气会开始增加。刷来拜三，还有风面对台湾西平刷入来，到拜五为止，各地拢会有地渐雨。周3到周5这段时间呢，会有一波波的一个华南雨取代东移，预估算是一个比较偏间歇式的一个雨势。各地还是要留意，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。温度方面，8日受到东北风影响，东北部地区温度是22到26度，中南部地区26到30度，拢是暗时较凉冷的天气。8日开始，东北风减弱，温度回温，北部地区温度是27到30度，中南部会7到30度左右。加上落雨刷落来，全台拢会是感觉较翕热的天气。记者王可选、柯明哲台北报道。